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请到一位呢，就是法式甜点的这个烘焙达人哦，郭建昌郭老师，要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呢非常经典的这个法式甜点哦。我相信呢，喜欢甜点的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喜欢我们这一集哦。我们先欢迎郭老师，老师欢迎你。谢谢哈，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哈。好，那我们下一道呢是这个酥饼。好，那酥饼更简单了。对，好，你看到材料越来越精简了哈，我们赶快来看怎么样做今天这道布列塔尼酥饼。对，那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的奶油。好，那我们这边的奶油就是选择用冰箱拿出来的奶油，也就是硬的奶油，好，稍微让它质地有一点硬硬的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低筋面粉，好，过筛好的低筋面粉。那里面的糖的部分的话，我会选择用我们的2砂糖，因为第一个2砂糖来讲的话，它不会像白砂糖这么的稍微在甜度稍微再降低一点，那烘烤起来的颜色跟香味啊，吃起来的酥脆度会比那个白砂糖会来得更好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蛋，哈，一整颗的鸡蛋，然后以及我们的盐之花，啊，所谓的盐之花就是我们可以让镜头看一下哈，比较细腻的这个地方哈，因为它盐之花为什么叫盐之花呢？因为在盐的山里面呢，它其实就有点像一座金字塔。好，那取最上面最外围的这个地方，那它因为长得很碎粒状哈，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哈，让镜头稍微再带一下，就是它的颗粒来讲会比较像一片薄薄的，类似像小花瓣，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取名叫盐之花。OK 哦，那我们就开始来，我们把它制作起我们的这一个布列塔尼的酥饼哦。你可以先下面粉啊，或者是先下奶油都可以哈。在奶油这个地方，发酵奶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发酵跟不发酵，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牛奶萃取出来之后，它经过沉淀，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出，制成我们的奶油或者是鲜奶油。那等到你的奶油提炼出来之后，当然会添加一些少许的一些碳水化合物进来，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些发酵的时间是要让它稍微静置，大概1年到2年的时间。那如果没有发酵的奶油，就是直接这样取出来。那经过静置的时间的时候啊，它那个乳香味会越来越香，越来越浓。这样子哦，就像我们东方的发酵的那个概念差不多，对不对？然后让各位来看一下哈，在我手上的这一根就是所谓的香草豆荚。你要选择哈，如果你在看的时候哈，通常它的尺寸呢会将近大概一根大概在15公分左右，对，然后稍微有点胖胖的这样子的身材要像我。那你要用它的时候哈，你就拿你的刀子，然后你把它中间剖对半哈。我们只要取出一点点就好了啊！你把它中间剖对半之后啊，其实我们要的就是里面的这个夹子、这个种子啊。你再用你的刀子，就一粒一粒的这样子，对，你再用你的刀子把它割出我们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像这样子很细粒的这一个部分，这个就是很天然的香草豆荚。好，我们只要一点点就可以去使用它了哈。所有的食材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一样用我们的机器来搅拌它哈。好，这个香草荚呢，千万别丢掉啊！你不要以为像四季豆一样，或者是像那个豌豆荚一样啊，太伤瓜都给它淡掉啊，千万别丢哦。因为这个呢，你可以放一些砂糖哈，就放在那个密封的罐子里面啊。对，它就是非常好的那个香草糖。因为它那个味道哦，会让那个糖啊，那到时候呢，你加在你的咖啡里面啊，或者加在你做的这甜点里面哦，哎，你就会觉得100块不贵啦，哈，对不对？真的，对。那我一样还是跟各位讲解一下哈，布列塔尼酥饼这个原始地方啊，因为其实他们布列塔尼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是在诺曼底省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名称这样子。那因为它那里的话，就是我们所讲的全世界的乳源的产区啊，日本，然后澳洲、纽西兰，再来就是法国诺曼底产区哈。传统的酥饼也叫 galette 哈，那所谓的 galette 这是它的原文，那 galette 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圆饼。啊，所以布列塔尼的一个酥饼，其实我们也把它称为小圆饼。啊，他们做好的这种小圆饼啊，通常呢就是会用一个铁盒子，一盒一盒把它装起来这样子。那所有的材料进来之后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你把它搅拌到稍微让它有点成团。
还不到成团也没有关系哈，就是要让它搅拌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就不用过度的搅拌它哈，因为你如果过度的搅拌呢，你的饼皮起来的话会更松，它就没有办法定型它这样子。好，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烤盘子上面哈，这样你的桌面就会比较好操作它。好，你把所有的材料全部用这样子，你可以用手把它捏一捏就好了，不要去搓它哈。搓它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它就会产生一点点的筋性啊，稍微这样子，你可以手轻轻的可以压得下去，啊，这样子的柔软度就可以了。那好了之后哈，我们这边准备一点点我们的手粉，也就是我们的高筋面粉这样子哈。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桌面上，这个烤盘子上面哈。那轻轻的把它稍微整形一下，不用太讲究说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形状哈，就稍微用手把它压一压然后只要不会粘黏你的这个手就可以了哈。你再看一下哈，反面也是一样哈，稍微让它有一点点黏，不会黏你的手。好，那如果你有擀面棍的话，你就用擀面棍，借助擀面棍这样子，稍微把它擀开来一点点哈。那我们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厚度在那这个厚度取决于你想要的那个酥饼的一个厚度哈。当然你不要把它做得太厚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吃的时候，嘴巴你没办法张太大，因为张太大就像狮子一样，那吃相就不是那么好看。好，所以它的厚度大概差不多在1公分到1.2公分左右，这样子的厚薄度就可以了。好，那好了之后啊，你就取出要你的模子，这样子轻轻的把它这样子压一下，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我们这个铁盘上面我们待会就可以进烤箱烤焙了。压完的时候啊，剩余的面团你再一次的把它整形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压它那直到压到你最后都已经 OK 了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剩下的这个呢，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让各位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模具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制作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你就像我这样子，手搓一搓，然后把它大概捏一下，就可以跟着一起把它压平，对不对？对，其实很简单你没有说谁说我的酥饼一定要做成圆形的，对不对？没有一定要这样子啊。烘焙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你自己的想象力这样子的部分 ，OK， 你就大概压一下，然后稍微把它压扁一点点，让它口感不要那么的蓬松，这样子就可以了。成型好之后啊，我们就是一样是刷上我们的蛋液，然后待会我们要把它稍微让它在上面做一下那个纹路的部分，这样子只要你想要画成横形的，或是一个小四方形都可以好了之后我们为了让它烤焙起来的形状比较是我们所想要的，那我们一样再一次的把它套上我们模具这样子因为它这里面多少我们会有添加一点点的泡打粉主要泡打粉是要让它帮助它有一点吃起来稍微有点带酥松一点点的口感。老师这一颗是怎么啦？对，待会我们就一起跟着进去烘烤它。那它小的不需要那个吗？小的不需要，就是我们待会我会烤焙起来，让各位来了解一下，就是说一个有加模具的去烘烤的，跟没有加模具烘烤起来的形状，它会长什么样子 ？OK， 好，我们就送进烤箱吧。要烤多久呢？那我们这个地方一样是用热风炉去烘烤它。那以这样子的一盘的分量的话，我会先设190度，然后我会设8分钟。8分钟之后，我会再转个方向，看它的颜色。那可能我会稍微陆续再烤个4到5分钟，也就是加起来大概在12到15分钟，基本上你的饼干应该就可以出炉了，这样子。好。所谓的法式甜点呢，这么高档的甜点我们老师他真的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法式甜点千万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没错。因为真的没有很困难，我们不是要做那种很多慕斯，然后做了5、6道工序嘛，随手就可以做这些真的就是法式甜点在家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郭建昌郭老师就是说带来呢我们这个法国西南部呢这么经典这么传统的这个甜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有机会我们再请郭老师跟全球观众朋友分享在家如何做最经典的法式甜点。